精彩的川剧变脸表演为宴会拉开序幕。这场汉服夏日宴由发起人潇潇集结900位汉服爱好者来共同推广这项中华传统文化。这是我们全台湾首例，也是国际性的这样子的一个100人的汉服的一个大聚会。我们不只是要推广汉族文化，也要推广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说什么是汉文化的一个精髓。那我来参加这个活动，我觉得作为郑成功的后代的子孙，然后可以再穿上2品的官服，我好像跟我的祖先之间有一种除了血缘的连结以外，也有情感的连结。为着让汉文化在台南扎根，也将整合汉服相关产业共同筹备台南市汉文化协会。此计划也得到市议员柯志春的大力支持。我们汉服看起来很多人的不一样的打扮，就是代表了他的一个朝代，然后一个职位、一个身份，代表的都不一样。所以汉服在我们中华民国是值得推广的。整合起来之后，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扩展我们的力量，让更多人能够认识汉服，甚至是汉文化的部分。基于自己的兴趣跟喜好，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好心情跟好文化分享给大家。透过协会筹办，让汉服文化会当在台南推广，同时结合台湾保留的汉文化风俗、饮食、艺术等各方面，重新打造台南府城古都的特色文化。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。